2026年3月10號啊，朝頭早過咗嚟公司，跟住睇下佢哋玩直播。可以已經開播啦。咩啊？一陣直播華為啊！阿芝喺度調整期間喺度玩積木啊，上晒音。華為光伏啊，光電板、儲電池、變壓器。忙咗一個朝頭早，終於將所有嘢搞掂晒啦。琴日斷食咗24小時之後，有好多朋友微信問我會唔會對胃唔好，但其實好多時候只不過因為我哋呢個身體早已習慣咗每日食早餐、午餐、晚餐、宵夜，時間一到，身體就會同你講我肚餓啦。但好多時候呢個信號其實只不過係習慣。如果偶然24小時唔食嘢，身體儲存喺肝臟同肌肉入邊嘅原糖基本上都會用晒，身體就會發生一個過程叫做代謝轉換，由燒糖變成咗燒脂肪。好多人斷食嘅時候反而會覺得頭腦清醒咗，身體輕鬆咗。斷食期間唔好飲牛奶或者拿鐵，因為牛奶入邊有糖亦有蛋白質，身體一開始消化其實就等於打斷咗斷食。一般只會飲水、黑咖啡或者茶。我琴日就係唔知道飲咗一杯拿鐵。不過斷食仲有一個幾有意思嘅地方，其實就係對身體嘅控制。當你可以控制自己幾時食嘢嘅時候，其實你都喺度訓練一件事。人生真正難嘅唔係賺錢，而係控制慾望。住細細間房都可以覺得滿足，慾望多啲，就算住皇宮都未必滿足。不過講真，琴晚斷食24個鐘之後，夜晚我都一個人自己食咗150蚊燒烤。不過冇所謂啦，慢慢嚟，聽日再返去正常軌道就好啦。希望今日呢條視頻對你有少少啟發，聽日見。